真係攞命！而家係2024年，但係將年份寫成2023呢咁嘅情況呢，起碼仲要持續2個月。前嗰排我拜年嗰陣時，有個親戚問我：啊，你今年幾大啦？我硬係就係20、21、22，跟住數到24歲，驚訝咁發覺我已經24歲啦。平時一刷朋友圈，大家都開始結婚生仔咯。就舊年啊，真係俾人情就俾咗成千蚊。前嗰排同我 friend 一齊出去啦，佢竟然可以揸車嚟接我啦。講好咗一齊發達嘅，佢竟然偷偷成為咗富婆。而家成個人咧就係一個韓劇女主一樣，新年3件套樣樣齊，連牙都開始捲。我以為佢係搞咗個烤瓷牙，點知佢係換咗個護牙嘅電動牙刷。我感覺我呢24年牙都好似白刷一樣。你咪話佢呢個牙刷，佢真係有2把刷嘅喎。佢軟綿綿嘅刷毛咧，好似我呢啲敏感牙都可以用，刷牙體驗直接升咧。佢有4種清潔模式可以切換嘅喎，好似我平時咧就係用呢個輕柔模式，2分鐘就可以將牙罅度啲嘢刷出嚟。你睇我而家棚牙係咪刷得好乾淨呢？佢仲有一個黑科技就係呢個貓貓殺菌倉，可以掛上牆度，刷完牙放入去咧就會自動殺菌。而且佢呢個外觀一嘢就擊中我愛貓人嘅心啦。